大家好，我喺呢度正式介紹一下自己。我係 Louis， 一個平凡但好奇嘅知識搬運工，同時亦都係初代斜槓族。英文叫法可能更加易明白。Pre-Gen Slasher。自從90年代初，我已經開始呢個身份，所以唔同嘅人會叫我唔同嘅名。例如我學生叫我 Louis Sir 或者路易老師，朋友同我 IT 業務上認識嘅就直接叫我 Louis。我部分嘅背景可以聽返我 YouTube 頻道中其中一個叫路易老怪被訪問了嘅播放清單。再嚟講講知識搬運工呢個名嘅由來。知識就唔多解釋啦，有知識嘅你哋自然明白。不過我仍想補充一句，知識亦都包括常識，常識就唔係人人都識。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至於搬運工呢個稱呼，並唔係我自己創作嘅，大家可能聽過網絡搬運工呢個講法，我覺得都幾有趣，幾有意思，所以借來一用。回想幾十年前我從事培訓同埋講課嘅時候，已經有一種唔同於一般人嘅睇法。我認為所有教學本質上都係一種傳遞嘅過程。當時我常常咁樣同在職嘅學生咁講，我就好似一個信差或者快遞員，將相關嘅知識送到你哋嘅手上。我亦都希望喺呢度搬運知識俾大家嘅時候，你哋都會簽收。順帶一提，我而家仍然有從事教學工作，希望有緣能夠喺實體課堂裏面同大家見面，接收我所搬運嘅知識。喺呢度聲明，我喺呢度雖然叫做搬運工，但係我哋嘅作品並唔係搬字過紙咁樣複製，而係用有限嘅資源創造無限嘅可能性。我哋嘅材料嚟自圖書館，包括香港理工大學嘅圖書館同埋香港公共圖書館。唔會少得嘅一定係我同我哋團隊嘅關係網，再加上我哋 B-Learning 團隊定性同命名嘅科技組合，我哋叫佢做 TriTech Force 三元力，包括雲端 Cloud、大數據 Big Data、人工智能 AI。 有咗咁有用嘅工具同埋豐富而高質嘅材料，就嚴謹咁樣去製作內容。不過我要戴定頭盔先至聲明，我並唔係咩名人，又唔係博士、教授、學者或者乜嘢專家。不過講到學富五車呢，等一陣我哋再討論一下。咁點解我要喺呢度開咪同埋做內容提供者，即係 content provider？ 咁又點解你哋要聽我講？咁就要講講我嘅初衷啦。其實初衷亦即係開咪嘅主要原因，包括一、好現實，虛榮心。
就係可以增加收入同埋提升個人嘅知名度。二，希望藉住我喺學校所學、以往經歷同工作，再加上好奇八卦嘅性格，為大家送遞一點粗淺但係有養分嘅知識同埋常識，同時亦同大家一齊以邏輯理性去了解世界。網上有太多唔正確嘅內容啦，甚至係刻意造假去騙取更加多嘅流量。咁樣嘅內容製作者係最可恨嘅，我個人亦都係最不齒嘅。其他唔妥當同行嘅情況包括有濫竽充數或者不學無術，只求追求流量而嘩眾取寵或者不盡不實嘅，又以誤導嘅標題為甚啦。粗製濫造而令內容錯漏百出嘅，一般粗製濫造都係因為要以超高產出嘅頻率嚟達到較佳嘅收入。有一個例子，有一條香港都幾出名嘅頻道，名我當然唔會講啦，訂閱人數都有50-60萬嘅。我之前都有訂閱，不過因為頻道主嘅表現而退訂咗啦。頻道主本身嘅口語表達技巧係唔錯嘅，可惜好多時都讀錯字，究其原因係他根本唔識嗰個字正確嘅粵音，又以為自己知。我記得其中一個佢成日讀錯嘅字就係秦字，好似一名七旬男子，佢讀成七旬男子，即係上月上旬嘅秦字，佢讀錯咗成為詢問個詢字，直至有其他網友提醒先至改正過嚟。嗰個頻道本身嘅主打節目就係朝頭早讀網上嘅報紙，收聽嘅人都唔少，甚至有啲聽眾以收聽代替自己睇報紙。又因為好多次因為準備不足，讀報嘅時候將一啲冇標點符號嘅標題讀到好唔通順，同埋令到意思混亂。第四，就以上嘅第三點，我希望以嚴謹嘅產出去稍微調和現今流行嘅快速但低質嘅風氣。我深信喺網絡世界仍然有人歡迎我呢種內容創作者啩。第五，個人性格同喜好，本身就歡喜表達，亦享受能夠有效咁發放正確知識，當然得到回應就更加係錦上添花啦。正面嘅係我前行嘅燃料，負面嘅令我有進步嘅動力，惡意無理嘅貶損可以操練我嘅 EQ。六，成為喜好另外一個原因係對人對己嘅好處。對其他人，當你傳遞正確嘅知識都係造福他人，無論有否收取報酬。呢個話題值得將來開一集嚟專題探討。對自己，當你立志以不同形式去發放真知實學，你自己學到嘅係最多嘅，收取到嘅知識紅利亦都係非常豐厚。第七，亦都係最後一個原因，正能量、負能量，我希望以微薄之力，有另類嘅方式，帶俾世界多一啲嘅正能量。點樣另類啊？就係借負能量嚟激發正能量，以負面事情或者視覺出發，以正向思維同埋具體建議作結尾。因為若一味光與愛，忽視現況嘅殘酷實相，
或者過分美化現實，咁就有啲不智啦。好啦，講完因由，就到可能係最重要嘅部分，內容。我哋呢個頻道係以通用知識為主，即係常識，涉及嘅範疇廣而種類繁多，同時同大家嘅生活、工作都係息息相關。你睇睇我設計嘅頻道橫幅，就能理解其中嘅含義。內容可以講係多方面嘅，因為係我同我嘅小團隊嘅性格特質、工作背景，簡單嚟講就係不單一，雖不至係包羅萬有，但每位成員至少都涉及2-3個不同嘅行業同埋位階，咁樣我哋嘅頻道內容就更形豐富。暫定嘅內容嘅範疇包括第一大項就係關於工作，當中就係有唔同嘅工種同行業，包括 IT 同 AI， 即係資訊科技同人工智慧。跟住嘅係項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另外，正如我之前提過，我嘅背景係好多年嘅培訓同教學嘅相關經驗，所以呢個部分亦都會有包含到嘅。當然最重要亦都係一啲管理 General Management。大家做咗咁多年嘢，喺工作或者職場上邊，我相信都睇到唔少嘅百態。有啲可能係令人好氣憤，有啲可能係好有趣滑稽。咁希望我呢度都會喺唔同嘅途徑裏邊收集咗或者知道嘅一啲職場百態。第二個大項就係關於人生同生活，好似好闊，咁我就收窄少少啦。當中有啲有趣嘅中文，可以係4字詞語或者4字成語。另外有一個好多人都會忽略嘅，就係標點符號。跟住就係日常嘅一啲小知識，一啲事情事物嘅原始由來。我哋都會分享一啲我哋團隊或者我自己睇過一啲書啦、新聞同埋一啲熱話。我哋講下我哋個人嘅感受，所以呢度有時會成為我個人或者團隊嘅情感抒發區。另外，我哋亦都會分享一啲我哋原創文字小品，仲有嘅就係當日心水歌。試想一下，如果有一首歌喺你一天開始嘅時候，喺你腦海裏邊縈繞不散咁樣不停咁樣播放，你都會同人分享。跟住落嚟係內容最後2項，其一就係提供情緒價值。我哋會為大家吐苦水或者宣洩負面情緒，提供機會俾大家親自申訴或者訴苦。希望以智慧、正義同慈悲嘅心去捕捉並揭露社會上嘅不公或者令人憤慨嘅事情，予以譴責並鼓勵改正。但係在此要申明一下，發佈與否，我哋頻道擁有最終嘅決定權。理想嘅情況下，要保持大愛嘅精神去實踐大大小小嘅善行。換句話講，就係先面對負能量，再將其轉化為正能量。
最後一項就係點唱，即係內容點唱，當然唔係唱歌啦，而係內容主題嘅建議同埋要求。但係有可能仍然好多點唱要求係提供唔到嘅，原因係不能或者不為。不能就係我哋能力唔夠，不為就係不欲為之，亦都係我哋選擇唔提供相關要求嘅內容。剛才提到我哋嘅材料係嚟自團隊嘅多樣性同埋關係網，所以內容自然相當豐富同廣泛。而關係網，我諗無論你係 I 人或者 E 人，都有或多或少自己認識嘅人。若細心觀察，耐心留意，靜心聆聽，唔難咁發現一啲可以從佢哋身上學習到嘅事情。可能嘅話，更可以跟進提問，而令你了解更多。另外，每日嘅生活中所去過嘅地方，碰到嘅事情，同埋遇到每一個你唔認識嘅人，同樣咁留意、觀察、聆聽，好多時會出乎意料咁獲得更加多嘅信息，當中有啱有錯，半真略假，同時又似是而非嘅，跟住需要進行線上同線下嘅 fact check， 咁樣我哋嘅知識庫存又有進賬，之後當然就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啦。以上所有嘅內容全部都會縱橫交錯咁連結住相關嘅知識同埋工作，當然同時亦都會因應唔同嘅情況作出改動同增減。或者大家都會留意到，我喺呢度送遞或者所提嘅範疇係廣而種類繁多，甚至被平台或者網民唔會太雜啦。幻覺嚟嘅啫。首先，宏觀嚟睇，世界係一體嘅，萬事萬物都有關聯，都係相通。關鍵係中間有多少個連接點而已。第二，好多知識嘅種類可以應用喺唔同嘅範疇，就好似管理就係通用知識，相對地當然就有專門嘅知識啦。講返剛剛提過嘅學富五車，我自己就肯定受之有愧，亦都擔當唔起呢個詞語。但係不斷追求知識，令自己擁有嘅常識量不斷遞增，呢個係事實。哪怕量多而不精，甚至於雜亂。我亦明白生有涯而學無涯嘅道理。原文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呢段係出自莊子內篇養生主第三，將來亦都可以攞嚟同大家討論一下。而家就此打住。對我嚟講，真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但係呢個係我嘅選擇。當然，人嘅每個決定都要付出代價，我嘅選擇都唔例外。所以我會以不同嘅表達同埋發佈方式去減低被誤會嘅風險。其中核心嘅概念同中心思想就係知識、工作、人生。睇嚟好似好廣闊，但係亦都好在地咁同每一個人有密不可分嘅關係，而且三者係互為相關又緊緊扣連。好啦，希望以後就同大家多多交流，享受工作，活出更有知識同內涵嘅人生，共勉之。
拜拜。